大家好，我係潘主任。最近有家長朋友同我講，主任，我個仔琴晚溫書溫到12點，點知今朝一考完試就話唔記得晒，係咪佢唔夠聰明啊？家長朋友們，我明白呢種辛苦，睇住仔女咁努力但無回報，真係好心痛。但其實問題開唔係出喺記性，而係睡眠。根據腦基礎學習 BBL， 我哋個腦喺瞓覺嗰陣，並唔係休息緊，而係忙住將你嗰日學過嘅嘢由短期記憶 save 入長期記憶。如果唔夠瞓，嗰啲知識就好似未儲存嘅檔案，一熄機就冇晒。IAI 啟發潛能教育話俾我哋知，環境 place 好重要，一個安心嘅睡眠環境先係啟發潛能嘅第一步。我有3個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睡前黃金10分鐘，唔好再做難題，改為溫和複雜最重要嘅3個重點。你可以同佢講，我哋交俾大腦喺夢中幫你儲存，佢好叻㗎。第二，無屏障儀式感，睡前30分鐘熄晒電子產品。藍光會令大腦誤以為仲係日間，唔肯入睡。藍光會令大腦誤以為仲係日間，唔肯入睡。第三，規律性過補眠，粗略地向觀眾點頭。每日固定時間起身，大腦先至有高效運作嘅節律。家長朋友們，成績固然重要，但一個健康嘅大腦先係孩子受用一生的資產。制，我係潘主任，我哋一齊喺陪伴仔女成長嘅路上穩步同行。我哋下次見，謝謝大家。